现在3个手位。OK。你可以吗？累过了是吧？差不多这边。等一下。写掉了没？啊？要不交给了？对。那个不会了，东教练会。还有过来，过还有是吧？还有。后面就结了。早上几个可以去跟气息空气还有气上去，它这里的空气是台湾省重的，已经进到那个。我喺窗外嘅拍唔到，还有都拍，你冇拍佢嘢個，拍一点，拍掉，哦，小心。对，真是好漂亮。那我们这个是我们检点师，姓简单的简，刚才了哈，所以他做人简单做人很简单哈。也是我们花莲的点师哈，花莲领导哈。那这位是我们的董事长，还有董事长。那他也是我们老道亲呐，因为我还记得科学开放的时候就有他了哈。这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我们的前辈哈。那你们在哪里？哦，你们在这里哈。哦，那里。这我们领任哈。那你们。领任好。他的先生姓庄，这就是钱庄。钱庄、钱庄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哈。庄钱庄哦，这位姓庄。张先生这领任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哈，你这钱庄，他们一定有钱的了哈。如果你们缺钱的话，缺的话可以找他。谢谢你们。好，是这样哈。那刚好我们今天这个是我们的同修了哈，因为现在这样不是要介绍这个人哈，也就是说今天又走了，算是。今天我也讲，我也是有一些这种大的。刚刚呢？两位有对，非常欢迎。那或许就用普通话来跟各位做一个介绍哈。那我们很难得今天能够有这么好的缘哈，回到我们花莲这一块台湾独有一块的净土。刚才我在车上跟各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哈。那么这次来的因缘，是一种追思、一种感恩的心情来到这里了哈。也就是我们在早年有老菩萨哦，这老菩萨是我们花莲的大哈，他已经成仙做佛去了哈。我们今天为了要感恩过去跟我们同修打拼的这段日子，
我们最后送他的一程。那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我们花莲道中心，我们来了就要参加，我们回去了就要持驾，就是那我们现在就来做参驾的动作那刚才慧学大概有跟各位做一个介绍。那么晚上我们这边不知道有什么安排什么节目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简经理是否能够跟我们做一个来指示一下好，各位亲爱的主持人，还有各位亲爱的浅显大神，大家晚上好。首先呢，候选代表我们花莲的小候选，欢迎各位浅显的莅临那晚上我们的重点就是第一个，让你们好好的休息。第二个，我们可能有几位浅显要到这个阿巴那个告别市场来去稍微看一下。晚上呢，大概我们就是吃饱饭之后呢，各位就可以准备休息洗澡。然后呢，工作人员过去的那就可以了。那今天晚上呢，希望各位浅显的一些好好的休息。那明天早上呢，也不用很早，因为明天他们的这个告别式大概是从11点才开始，所以我们大概10点左右出发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时间呢，算是很充裕，各位不要赶晚上放心，好好的睡觉，把精神养饱，明天早上才可以做更多的事情。那也谢谢我们副前人一路来带领各位浅显的花莲很久没有这么多浅显来鼓噪了，非常的开心。那如果各位浅显晚上有需要南台到花莲一趟，有需要在花莲有一些要相应的什么不要客气，跟我们讲，我们可以用这个空档时间来为各位服务。以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但是如果没有那么早睡那可以在楼下泡茶楼下的泡茶是一斤3000两，赖先生你要处理泡点最好的你。来，这位来参加我们谢谢领导先来参加一下，先来。来往前站，往前，前单身来。跟着旁边带着。好了，座椅，会，参加明明上帝五口手，一口在后3口，诸天神圣3口手，口在弥勒十3口手，口在南海古佛1口，师尊业位菩萨，师尊师母简传师灵宝师前人大众一体，起。座椅，参加礼宾公，座椅，会，参加前人1口手，引领目前人1口手，参加电视1口手，起，座椅，参加礼宾公，坤道来，坤道生。还有一个来，你干嘛来？唔係識嘅，因為上嚟呢，國家啦，上嚟呢，國家啦。你做下咧啊？你做下咧嘛？座椅，斜，参加明明上帝五口手，推是3口手，也是3口手，佛师尊，菩萨师尊师母点头师，灵宝师前人大众一体，起。座椅，参加礼空，座椅轨，参加前人1口手，引领
架快点，注意握手，起。左移，安架你注意喽。哦，很难学到哦。哦，接下来付钱人以后，好，接着大家好，大家好。有没有？再见。那你得要来啊！再见。自己念站啊。对。再见。座椅，位移。安架付钱人以后手，先架付钱人以后手，淋漓检查是以后手，起，座椅，接架离开。好，大家辛苦了啊！好，那待会儿请各位浅显各位的位置稍微确认一下，东西排好，那就请各位移驾到楼下哈。我们在那边闲坐，要喝茶的喝茶，待会儿我们就准备要晚餐了哈。好，谢谢各位，谢谢。先不要洗澡了，先脚。啊，老婆上哈，打包行，伊都对不离家哈。谢谢你。你明天早上如果要出去透透气，看这边哪里上山那一个，刚才。